说我们去吃飞哥开的那一家。我说那是胡须章，那不是飞哥开的。像我现在唯一能够挺小杰帮小杰，就是小杰只要一通电话打电话，或者是传 LINE 给我，跟我讲说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如果我刚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我就是100%的 push 他。应该是讲说，就是 Niki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卤肉饭，超爱的。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朝夕相处了几乎半年的时间，然后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我们都要一起吃。然后有一天练习结束之后，肚子超饿，真的超饿的，然后就一直开车子，然后要到下一个练习的地方，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然后 Niki 就说：“那我们去吃卤肉饭。”我说：“哦，好啊，吃卤肉饭好啊。”他说：“那我说我要吃哪一家？”他就说：“我们去吃飞哥开的那一家。”我就说：“飞哥开的，飞哥有开卤肉饭，很多家，黄色的啊，有没有那个胡子很大那个？”我说：“那是胡须章，那不是飞哥开的。”他说：“那不是飞哥的 logo 啊，就是飞哥开的。”我以为是，他一直以为。2003年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我那个之前我在 LA 的时候，我那个大其实在播出，然后我就每次看到飞哥，哇，他主持的，虽然我听不懂，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可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大哥一定很有钱，到了台湾。真的，他很有钱，到处都是他的 logo， 都他的 logo， 然后都是他卖的卤肉饭，哇！有啊，其实小杰不管我们在不是录 Story 的时候，平常我们都还会见面啊，他都会分享他就是每一次输赢的状况跟当天练习的状况，看遇到什么他都会分享给我们。你感受到他压力很大？他压力很大啊，在座应该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压力很大，我们也有感受到他，但是我们只能够像我现在唯一能够挺小杰帮小杰，就是小杰只要一通电话打电话，或者是传 LINE 给我，跟我讲说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如果我刚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我就是100%的 push 他。不是我啦，就是我要说我的经纪人都每次拍我们在工作还是体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拍很多照片就寄给老婆。对。然后老婆每次都，我觉得他是蛮感动的，他很感动的，掉眼泪啊。他也跟我分享过，因为他就说，你之前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你终于知道这些东西多辛苦，我就真的很感动。你之前就要健身房回家就躺一整天，你都没有做什么。然后你现在你多利多姿拿起来，对，一直吃，都看电视都没干嘛。对，他是真的很感动的。我去很多地方跟浩一起，然后就体验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那天2个拍了一张照片，然后 Niki 一直跟我讲说 ，No， 我跟你这个照片竟然 po 情人节，我跟我老婆 po 的照片，我们按赞的人数都还要多。